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2日的客家新新闻，我是郑彦祖。当日的早晨9点半，客家新新闻都会伫名都方带来了解有关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近期呢是拜一路，可能呢有当多民众呢伫早晨放松啊，也系讲外出去上班时节，可能会吃到讲心情啊有地位受屈咯。认真讲拜六礼拜黑了都较欢喜。不过呢，乡亲朋友，希望是拜一大家呢还是会较精神条诶。认真讲呢，也下呢其实国内疫情有较缓呢，也下呢民众伫礼拜六日喜欢出去老了，拄早的呢。好好来计划，好好来安算一下哟。伫从安本来有当多民众呢，同欢喜，加条呢就会好堂音乐的观众朋友诶。伫筹备的时间呢，也给国家音乐堂又重新启动诶，对疫情发生到今日头一场音乐会，因为看到一个联合报记带来的报道。喺啲筹备嘅時間呢，看到亞種相片就係呢前英嘅文化部長李運德，喺啲假順後呢就係前英嘅文化部長陳麗娟，加了呢係強下呢去到一個國家音樂堂來獻上一個國家呢時候國家交響樂團帶來嘅管弦樂嘅表演。喺籌備亞種音樂會呢係全世界來直播，嘅文化部長李運德呢，每同大家表示講。亞種音樂會呢，其實呢有同重大意義哦。認真呢，也咪係為同全世界來講，也係呢台灣的疫情相對來講係較穩定呢。係講呢亞種管弦樂，其實呢表演過後有同有一個為內大家心情安樣意義。唔過呢，這裡看到呢，一個啲籌備表演的時間呢，所有啲現場的觀眾呢都係帶定最美，全場都係帶定最美。係講呢，在 V 呢都係隔定一個 V 我用梅花草。其實有嘅觀眾呢，進入去現場時間呢，咪為量體溫，咪要用酒精來消毒，所有嘅防護措施呢都係做好來。其實呢，國家音樂堂呢，總共差唔多籌備到2003年按度，我哋籌備呢張開放嘅差唔多540觀眾去到現場看比賽。佢啲音樂堂現場一流嘅素材都，佢點嘅舞台素材都冇本人坐，所有語言呢都係空嘅。前主要呢就係為控制呢啲幅度所有人數嘅數量哦。籌備呢一啲文化部長李運德呢就有同大家講嘅，認真講呢一啲疫情已經有較緩呢，嘅籌備嘅音樂會。其實呢係想係先試看啊，假使呢做的呢可能會喺2個禮拜內會好好呢來檢討相關的語文發通的相關措施，看為用來表揚，看為做的呢開始呢來買票，還係講開放較多人去到現場來欣賞音樂表演麼？一部分呢還係會同指揮中心來討論，唔過呢可能呢就係啲廿幾個禮拜就會來好好來討論呢，也係籌備清醒的消息。後下來呢還係為這個來看到籌備台灣呢還係維持冇確診，係講呢衛福部長陳時中亞種部長籌備呢就去到墾丁開記者會，也咪係頭一擺一個疫情指揮中心頭一擺去到外縣市來舉行哦。你看到一個係自由時報記帶來嘅報道，嘅自由時報呢當個呢就下定呢。亞班呢陳時中去到墾丁呢開記者會，前主要呢就係為同大家講，亞呢啲國內旅遊上係同安全呢，尤其呢係台灣呢有安好搞。故所呢陳時中就大幫自家呢帶頭來做意思，希望呢鼓勵大家，亞呢做得呢好好去全台灣各地呢好好去觀光，好好去留了，都唔是從先前疫情發生嗰種時安緊中嘅。下來呢就來看新聞報道。沿海而係最強嘅批王嘅部長陳時中帶隊到墾丁去觀光，正經上千多年行到嚟，研究鐵路嚟，直到武漢肺炎疫情影響嚴重嘅景點，唔單止墾丁，台南市受到1968 APP 人潮事件嘅影響，沿海未減少千多。台南市長王惠美就同中央憲法，希望亞種部長未做得去台南了。台南風光水、山光水色哈，很多旅遊景點，那也期待陳部長來。幫忙來做一個行銷，然後讓全國民眾都認識了解，進而肯定台南市的許多風景名勝地區。對於王惠美的邀請，陳時中講說有適當的安排，當然未想去台南了，以前個高地的陳時中司機推廣防疫行程法，還係希望先將各地做好，同時同金門強下來推付費旅行的新北市長侯友宜來請分享陳時中。不管是陳時中部長，或是中央任何官員。甚至包括有名的對我們新北市的代表，能夠促進
这样一个形象的观光，我们都乐于谢谢他们给我们满满的支持。大鹏推广新北市后年对其他公共景点的真有信心。后疫情时代，个演示1.3万提振兴经济，就对中央同地方上帮上天考试做稽查国财院王德新综合报道。唐讲呢，一个城市中啊，伫前几年许多垦丁公后嘅垦丁街片的出房率、停房率就增加差唔多有1-2万多。咁唔但唱呢，喺亚汉呢嘅民众呢对关于疫情呢，算系卡风险了。还讲呢，就因为讲，也嘅拜日的时间天时以后，古时呢就动多人出去老了。咁唔但唱喺垦丁街片的出房率来增加。你看到一个喺联合报记带来嘅消息咯，就係講啲田草比，就係啲拜日的时间，就关于呢有动多民众呢就出去老了，就造成关于有一道的景点就出现呢风湿的警示。你看到有呢条所在係人卡道，從講草比的時節，啲一個台北通福街，韓國呢從一個太海路街啊，韓國有從桃園的雲灣五公一個所在，啲咧嘅1968 app 嘅人潮警示當中呢，都有來顯示係風濕的警示哦，就講人呢真見有卡多。新主任呢就講一下疫情的卡翻呢，韓國尤其天時暗好，嗰種呢就民眾因為講帶啲最尾就做嚟出去嘅，希望呢睇間呢外塘城市中法來順時中一號。我呢唔但將係觀光景點面動到，嘅種係百貨嘅傳染鴉片嘅有動到人開始來擺啲咧。咁唔啲呢睇間韓記呢冇從係先前疫情中發生嘅樣子，有動到嘅百貨業者夾到就竟然講，一下呢疫情發生過後，就根本冇人下敢來嘅，差唔多呢相傳到先前呢1-2萬多天天。唔過呢，一下講一個疫情相相嘅控制下來，尤其係中央有政府伊講，睇間呢做嚟出去好好完善老了過後呢，一下呢啲百貨公司一片人呢未見來見到嘅。從喺啲錯別時間呢，就有百貨業者呢夾到就同一個媒體記者講一下一幾年呢，嘅百貨公司嘅人呢係見來見到，差唔多呢係比先前幾個禮拜呢係增加3-4萬多，就表示講呢一下民眾呢對出去老了，韓國又出去消費嘅信心又再個多轉來嘅。嘅認真講呢，下來呢就係一個5年節連休假期，嗰時呢業者呢都希望呢台灣的疫情呢做嚟繼續穩定呢控制下去。按用呢加條呢政府辦法嘅經濟發通，政府辦法來重新啟動哦。韓國呢遇到係鼓勵大家出去老了，故說呢一下政府未堅提出相關呢紓困也係講振興措施，希望呢補助民眾多多出去老了。從一下呢一啲交通部就推出嚟嘅完善旅遊補助，就係講認真台灣基金連等40年都冇本土偏離嘅，故說呢。就講政府呢為補貼民眾呢本大家出去老了，按用措施可能青年呢就會來實施嘅。下來呢都帶政府運用來做來看人的新聞報道。離關開台近10多天花，引起國內嘅武漢肺炎疫情卡反覆，呢2年推動一道觀光景點出現人潮，失聯檢封嘅就穩率未顯明增加。疫情趨緩就可以出來開始。我們一直期待。悶太久了啦。對，一直期待。所好了5年這屆連續2年，推動旅遊業整體就穩率有8項卡加，大部分係建工旅遊同畢業旅行，旅遊業者總算快速消滅。今年端午節的訂房量，台東都非常非常好，然後這個也是非常非常稀有的，因為以往我們的端午節都沒有滿，但是今年預估應該現在目前為止已經80%以上了。為咗進行關於嘅旅遊產業，交通部觀光局進行規劃完善旅遊草案，將會自由行拜2到拜5，而家檢房補助1000塊，離島無分平時係2年，個加碼100，團體旅遊特色當日補助700塊，一團愛10個人卡加，青島補助3萬塊，遊樂園部分係1個人是免費2100。一年的國旅市場大概在1億6千萬，那在透過旅行安排大概在2000萬。所以說，我們也希望說這一波的整個補助，它能夠對國旅的市場有一些帶動。因為台灣觀光巴士嘅規劃，2個人跳下去，1個人50錢，估算是帶動524萬人出去了，從數觀光效益190億。不過觀光局強調，呢個方案行為同業者持續強勢盲聽案，14個日期未來看疫情來決定，未照指揮中心嘅規定來辦理。記者從下報道。
其實咧，下一步啊，就有人見講啊，一個城市中啊，既然係也嘅一下台灣清強做直播人，中文呢會按用講咯，就清主要呢最講城市中其講的話呢，為增進呢本體家同上心同風險，故說呢從其講以前呢，大家呢都會談定一個城市中點樣嚟講，所有民眾都會焦點來講，係講呢啲城市中啲記者會現場唔但將將會為買西瓜、為買沙板，係個有從買果子一條，也連飯店嘅檢房未為來聽買哦。最講呢一個蘋果日報記帶來嘅報道，最講也嘅日城市中許多肯定留了過後，肯定呢出訪啲就開始來增加嘅，尤其呢係啲5節連休假期時節嘅出訪啲就已經來到嘅900多。故說呢，最講一個城市中許多肯定呢，增進對機片呢觀光韓國有飯店業者有帶來動態嘅幫助。另下呢，一個政府呢，為希望呢鼓勵民眾多多出去留了來提出來嘅安心旅遊補助計劃，新疆呢係啲企業呢會來實施。給相關呢，為用來做呢，其主要呢就會針對從係自由行嘅民眾，嘅13年呢1年呢檢房呢會補出1000的元按度，假使呢你係去到離島留了，就做的呢補出200，總共2000的元。還有呢，假使呢你係團體嘅人客，佢就1年做嚟補出700元按度。還有呢，從係一個遊樂園啊，沒有免費本民眾去留了按用嘅措施，相關呢措施呢鼓勵民眾去留了措施，可能會看定疫情嘅變化來幾天。唔過呢，一下安身係清潔啲青年呢就會來實施嘅。既然成功呢，青年呢都好係學生呢為用暑假，故說呢嘅有動到嘅觀光業者都希望呢關定也擺暑假。好好呢，留先前受到影響業績呢，個一半呢，就得好好安尼串起來照顧很多嘅員工啊，韓國有從係調解一條成法咯，或也係蘋果日報記帶來消息。好，現在過來呢，我嚟看到嘅其他消息，就係一個中國時報記帶來嘅報道。因為中國時報呢，其關心嘅面向他貼片了，其係來關心嘅第28頁防疫當中，請辛苦嘅醫護人員護理師鴉片，最講呢。認真講，28以前呢，其實呢係造成呢有動到護理師家頭呢工作負擔呢係增加動到，故所呢一下呢就有護理團體就呼籲講，一下呢以前呢會睇下呢加卡甜加卡開，故所呢就有護理師一下呢未卡上唔開，並就有心情卡受苦的情形，故所呢就希望講睇下呢會好好呢來關心家頭嘅工作環境的情形，希望呢會來改善家頭提高開韓國有用英語講為本人80按用情形，嘅護理團體也其主要講到講一下呢，其實呢護理人員為來照顧所有病人的時節，其實呢係非常非常辛苦嘅，亦唔單止呢係工作量係動態，尤其係啲心情心理負擔一部分呢係非常非常重。主要護理團體講一下呢嘅談講有南部嘅一條。從係醫院第亞班嘅護理師嘅13年為照顧20年病人按多，咁其實呢對一啲護理師來講係動態嘅負擔。其實呢，亞政府呢就規定講，一般來講，正常呢為合乎規定嘅一個負病比，最講從亞嘅醫護中心負病比係1:9，就係一啲護理師請到長做嚟照顧9位病人咯。然後呢，韓國有種企業嘅醫護醫院，其他的醫院負病比係1:12，就係一啲護理師為照顧12病人。然後呢，從係啲體企嘅醫院係1:15。故所呢，從外家講呢，有一啲護理師為13年照顧22病人按用，整件呢係超過動到嘅。就係講呢，一般呢一個疫情啊防疫期間嘅動到嘅護理師嘅工作壓力，還有工作負擔動態，一下呢就動到護理師想愛來辭條路，想愛來離職了。故所呢，一下一個醫護團體呢就建同政府來呼籲講，希望呢政府呢會好好重視一條相關護理人員，還有醫護人員家條工作環境嘅問題，唔好呢壞到整件都係親民嘅醫護人員都冇想去做。多為親密世界，可能呢受到影響，其他嘢還係人一般所有嘅老百姓。嘅係中國時報記帶來報道，佢以從呢將緊備同大家來整理有關疫情嘅情形消息。相信朋友都會下晝2點嘅時間，個繼續聽聽呢客家清新聞，共下來關心緊備關於疫情嘅情形發展。客家清新聞，客家 Live， 本唔清醒嘅疫情之先，我係陳彥祖，我係 Kitty。
当日早晨对报纸头版来关心国内外有哪条重要消息。下晝2點要開記者會，隨時同樣路況來關心疫情的情形發展。請收聽客家電視 YouTube、網站、Facebook 和 Telegram，隨時掌握客家新新聞。